声音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山拿、河巴、太海都是人的好搞。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，体验真正的快乐。也可以出到台湾本岛，还會去到離島接受各種嘅挑戰咯。有的任務愛自家來完成，有的任務就愛同別人向下合作了。喺競爭同合作當中，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向下來去教哦！澳洲48點鐘來到第3季了，也拜 Andy 全台灣盼的幾場開線，對台灣各地來嘅同站隊位參賽者，啥都表現得當精彩。前面按考慮無缺用專長、氣質、性格也到，總算突出挑戰第3季嘅勝利嘅盛宴。大家好，我係晴娟。我從南投縣埔里鎮來參加澳洲48點鐘，我希望是這種飛行機票帶中去。我很多帶緊路，我帶啲桃園市，我希望我做得出去了。我係帶皮，來自勝福國小，希望做得交到青島嘅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係羅春麗，我來自高雄市的美濃的客家莊。我昂到公子宇，我從台中來，我的個性樂觀開朗、活潑大方。我係李佩璇，我來自淡水，我平常同好運動，我也愛親力完成各種挑戰。我昂到林玉成，我係睇運動慢慢。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挑戰自我。我係陳柏水，我啲幾濃內，我嘅個性開朗又發派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少賢，我來自苗栗燕丹中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羅依玲，我來自高雄美濃。大家好，我係葉以樂。來自桃園雙福國小，我的個性活潑開朗。大家好，我係林正義，你冇看到表曲，我係個性係親樂觀還有冒險的精神，我希望都能係爭取到出國教嘅機會哦，所以我會盡我全力加油。今日俺來到台北市北投區嘅貴一行來進行頭一擺挑戰，大家嘅頭一個任務就係愛家家相互認識。故說2日嘅活動當中會有400本組，當3人都有機會同其他成員向下，看每人做得親家認識新朋友哦。先來看下頭一個嘅本組。風吹係阿志怡、阿健樂、陳娟、阿白瑞；黃吹係阿皮、阿葉玲、阿小賢、阿皮賢；藍吹係阿玉賢、阿鄭燕、阿順利、阿葉樂。頭一擺向下，認識新朋友，唔請關心佢按到乜嘅，愛問乜嘅問題呢？頭一個任務就係各組成員向下去行鋪頭。見行見到最久，相互了解對方。前面會隨意出門大家，看每人了解到程度，清正確。按照一題得1分。你是养狗？对，都是。我家有没有养一只小老鼠？其他兄弟没有。有啊，我姐14岁，国2，但我都没有。而且啊，我跟她有一个很特别的点。我妈自然产，我跟她同一天生日。是啊，我妈自然产，不是剖腹产哦。生日节几号？2月几号？你是9月26。你跟我差一点点嘞。我9月16。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你是寿司，我们是意大利面。我是日式料理和意大利面，你是意大利面还是意大利面？我们有，我很喜欢吃男男女女，然后
就是互相问，然后再来就交换。它叫做戴佩玉，然后他是少轩，然后他是李佩轩，然后你是罗以宁，他是少棒队的二垒手，然后是第一棒的打者。对，然后他是乐棒的投手，最后一棒队长。我本来觉得他可能就是比较内向，很文青质。没想到他很爱打棒球，然后跟我一样。所以我先请一个人帮我选一张牌，然后呢，请帮我选一张牌，从里面随便抽一张牌。现在他抽的是一张梅花六。这一口气。现在这个牌变充满魔力之后，那张牌就会自动跑上去。戴佩莹啊，我觉得她应该很有气质，然后呢很像女王。十指流你好像是生日是16， 2月13， 926 916，然后他是529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玉欣，那你嘞？卢春丽。那你嘞？我叫做叶以乐。我们可以帮对方取绰号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记。好，那从你先开始。以乐。以乐啊，我叫做以乐，大家都叫我乐乐。那叫乐，然后我叫小风风，那我叫星星，那我叫茉莉。我对大家的印象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好相处。我觉得他很会打那个就是运动这方面的，就看他皮肤晒得很黑啊，他就是很谈得来，很会说话。这个我个性比较内向，可是内向对我来说，然后他感觉蛮善良的。对了，善良。然后我觉得我天生很帅。因為我哋目該認識，故所以應該慢慢感覺到我係一個活潑的人。以前的故事人過好，過單純的生年的，細如安尼，萬世親後叫他也都唔會的，佢過單純，過順過快辦啦，人講的伊要聽。那你爸爸媽媽的職業是做什麼？我嗎？爸爸是按摩師，然後媽媽是牙醫助理，這我也會。那你牙齒應該很好吧？我爸媽當老師，我媽媽是主任。那你們長大的夢想做什麼？我想當老師。老師。我想當。黃翠同藍翠都當友好講呢，再過來看下鳳翠講按到乜嘅。鳳翠呀，我講見識嘅係來亂呢啊，又唔加個道歉了解，就變咗痛苦啦。等下哈，人家都要按樣嘅來按問題哈。我是覺得黃隊跟藍隊他們應該也跟我們一樣差不多，沒有話題可以聊。對，感覺他們聊。至少我們比較豐富，我們還有一些花朵可以聊。對啊，可以吃。指出來。我討厭吃什麼3、2、1。哎呦，蔬菜。喜歡什麼顏色？我有一個。哦，都是他們。他喜歡幫你卡位。黑色。有你的1分。
觉得博瑞怕坏人。他不怕坏人啊。我怕辣椒。我读几年级？哦，他读5年级。讲出来，恭喜！我的家里有几个人？去抢吧，快点！曾毅家有3个人。讲出来，恭喜！家里有什么？家里有哪些成员3、2、1。去星星他家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他。还有爸爸妈妈、他妹妹、还有阿婆，还有姑姑。讲出来，我喜欢吃什么？还是意大利面。我是日式料理还是意大利面还是意大利面？这道石头布。他喜欢吃泡面。是你喜欢吧？我知道暗用因是大家同好教，我着做地伫暗段嘅时间，因是成朋友。一路唱动夹，不过极度乱团，偏伊主动认真。他喜欢吃意大利面。讲出来，恭喜！算你0.5分。喜欢吃什么？张轩喜欢吃寿司。动枪哦。差一点就可以抢到。我最喜欢什么科目？佩宇最喜欢音乐。我最喜欢体育课。哪里像喜欢体育课啊？废话，小孩子都喜欢体育课，你不知道？喜欢什么运动？快点！去抢！让他打中。你喜欢躲避球？头一类任务恭喜阿皮得到7高分，阿正一2分，阿皮贤同陈君各1分。天然任务爱比创意、操作同团队精神，向下来看下係乜嘅任務哦。投石器製作。各組用鋼管原理和個彈力索，愛創作出一台投石器。專家會選出做來好又新式嘅一組，各個成員各加1分。做好嘅做得到愛體嘅人來搭，準搭出去，和個接到水球，接到青島嘅前3組，各得3分、2分、留1分。一下天二嘅任務要愛重新搬組了，安尼大3人都有機會認識，冇搶3人。这个可以让它是这样，然后这里装上3根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往下压。你总共12根，你要把主结构做出来。他们的设计是中间还有1根，就是3个这样支撑，然后之后有中间1个，然后这样头可以一直射。我觉得我们做的都过来，哎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投石器，你们谁要讲一下？三角的结构可以让它比较稳。哎，3角结构比较稳，而且它另外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特别的，但是你为什么用好几根？加强。哎，听到没有？你多的棍子可以做加强，对不对？这组蛮特别的是，它把2根合在一起做这件事情，而且，哎，你们讲杠杆原理对，杠杆原理它想要2支支点在这边，抗力点在这边。因为那个时候时间不够。啊，没关系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应该很不错的设计。那等一下我们操作的时候，你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大家都順勢做好嘅模型，3點就愛設計來做了。那組會做出假嘅穩，要搭來當準嘅搭石器呢。等下可以是就是下面是正方形，然后把它这样子放，然后上面再1根。
我们要配合那一些，等下我出。哎，提笼绳有一条。金乐，你力气够大吗？应该可以。我们这样来，拉到最近。60分钟哦，我们应该要这样。哦，懂。我一开始以为这种东西很简单，可是后来发现，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你要组装上去啊，然后缠胶带，然后绑带子之类的，都觉得每一步都是很困难。然后我们那一组的投石器就是扁掉的。因为压下去之后，它会弹。不是，我是说只要绑这2个交接，然后如果架到对面就不用绑，就直接架。然后就把这个这样蹲，然后就这样子飞出去了。那我还是要太松了。哇，大家都动腔，真劲做出太型的搭手戏。我比赛以前，先帮大家吃搭看呐。搭出去家下，牵吉太力咧，同家的大家的角度都会影响到特别多基因的同结果的。不过一定重要嘅係，水友还爱接袂到搭出去嘅球的哦。风吹先开始。4-8，准备出发，耶！接球嘅吹焰起到暗夜，看起来动有心情哦。不要那么有自信啊！往前站一点，1分都没得哎。5、4、3、2、1，发射！哎呀，也没手掌太多的啦，有信心好是以后，不过没有做出正确的评估啊。虽然我们这组没有接到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我很享受。再来看那风吹的表现用诶。我们一定要赢！好，哎，要继续较劲啊！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嘿，好来，3、2、1，哦！3、2、1，耶！我出道做跳沙戏同好教，本来嘅是我沙基嘅模型係三角形嘅，後來我想到我有看過阿基米德嘅書，里邊有講到跳沙戲嘅想法，我就改變設計，後來發現當成功，我當歡喜。流星飛過天際，飛過天際變水星。因为一开始我们模型是正方形的，然后后来我们把它乱拆之后就变菱形的。然后还发现好像菱形的还可以，就把它做成菱形的。觉得可以飞多远1公分，要有信心。4公分。沙丁係南吹，可能記下到接袂到幾道粒球嘅呢。哎，你要换个方式，换个方式。啊，1、2、3，发射！没，再更近一点，更近一点，更近一点。3、2、1，发射！6、2、1。No， 很好，1 ，No。我一定飞呀！耶！
哦，好来，可以。2、1，哎呦，好来，3、2、1，哇！我觉得我们的默契蛮好的，而且做的成品也蛮成功的。而且水球如果破掉洒在身上，冰冰凉凉的，还蛮好玩。恭喜王水接到青岛得到第1名，增加加分过後總分4分。第2名綠水得到2分，藍水第3名得1分。頭3期演舞除咗得分以外，還有另外一個獎勵哦。阿母睇大家愛水總譜，第1名嘅先選有63人一檔嘅、43人一檔嘅、30人同23人一檔嘅，來看下大家運用嘅選哦。紅推第1名做得神托張紅，挨到三沙做地選6人當動書所，規則空間都動法，這時挨主持動挨個辛苦還有加持嘞。接下來係強推，是5人選項，有5人嗎？沒有，好像是。好，該風推劉卓純松影中嘍。大家可能覺得2人帳可能很擠，但是我們3個其實不這麼想。看到自己的帳篷跟那個6人帳差那麼多，是有一點難過。但是後來發現，他們睡袋鋪下去好空虛哦，那麼多空位，然後沒有東西，就那個睡袋好寒酸哦。然後我們走進去看到自己的，就是棉被堆擠在一團，然後躺下去會彈起來那種。就是雖然我們很擠，但是我們比他們舒服。今晡日嘅演舞都完成咧，大家個個去搭好自家嘅帳篷，愛食嘢咧就來享受自家滋味哦。我想努力，看意思，還有冇夠用嘅演舞等等大家哦。原本我其實沒有很獨立，後來到了這邊以後，就跟他們交了朋友，就覺得自己可以更獨立了，可以讓你自己激發自己的想象力。明天還有一整天可以拼，希望大家一起加油！閉上。